一般年放的良性肿瘤，才啥款的，包括纤维囊肿，或者是相对是深的纤维腺瘤，伊的大小大约伫1到3公分。一般建议定期来追踪，但如果肿瘤比2公分较大，因为烦恼会转为恶性的风险，医师拢会建议来切除。但因为传统的肿瘤切除开刀工序较大，互真侪女性无想要来开刀。现在各综合病院引进真空措施的辅助黏棒切片系统，不但工序少，而且同一个工序还佫会用做侪粒肿瘤的切除。因为年轻女生通常还是会比较担心乳房的外观上留疤啦。如果传统手术这种2公分以上的肿瘤伤疤，其实大概就是会需要到2公分的这个伤疤。所以在蛮多年轻女生其实就是会因为这样，然后而去拒绝做这个手术。那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最后也都会忘记回来追踪，因为在每一次追踪，其实都跟他说你这个是良性的，但是他们就是会最后就是有可能会就是没有再回来追踪，让最后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怕会有后续的问题。那现在有这种就是微创的手术，其实可以让他们不用在这追踪过程中去担心害怕，然后或者是每天有摸到那一颗，每天心里会觉得怪怪的。然后这个手术它其实伤口只用大概1到2mm 的伤口，甚至几乎都看不太到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伤疤藏在乳晕下面，所以其实那伤疤几乎都看不太到，然后也可以做到完整的整颗肿瘤的切除。医师表示，乳房超音波是用来初步判别乳房的肿瘤是良性甲恶性的检查方式，依照肿瘤的边缘的形状甲大小，分为7个类别，对0到6级，0到2级是正常甲良性，就算3级是良性，不过转为恶性可能性是2%以下。医师嘛建议，每半年至少要做一届超音波追踪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